原來咧，Victor 呢個題目，我哋叫做香港的政治領袖培育問題。但實際上咧，更加準確啲講咧，我想講就係香港的愛國者政治領袖培育問題，因為呢個先更加緊要。大家都知道咧，喺殖民地時期咧，根本冇所謂叫做政治領袖培育嘅問題，因為根本唔需要政治領袖。再加埋咧，香港根本唔會走向獨立。英國人咧亦都唔需要好似喺其他殖民地咁咧，培育一批所謂叫親英嘅政治領袖嚟到作為日後嘅獨立領袖。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當到中國政府要收翻香港，並且咧要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時候咧，領袖問題變咗走出嚟咯喎。去邊度揾呢班人？特別係鄧小平講緊就係愛國者治港啊！去邊度揾呢班人出嚟去實踐呢個一國兩制咧？所以呢個問題咧，所謂愛國者治港個政治人才問題，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政治任務。呢啲政治任務咧仲未完噶嘛？實際上咧，所謂愛國者政治人才培育咧，一路都遇到好大困難。回歸前咧，大家都知道咧，愛國力量根本就喺香港屬於一個邊緣化嘅政治力量。因為種種歷史原因咧，呢啲愛國人士咧，長期被面對呢個排斥同埋呢個打壓嘅問題。冇辦法咧，得到主流社會同埋主流民意接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當到中央要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要實踐愛國者治港，咁呢個問題出現，去邊度揾咁多呢啲愛國者嘅政治人才嚟到去實踐呢個一國兩制咧？咁所以咧，一個重大問題就係如何要喺香港回歸祖國前，即係極短時間內，培育出一大批能夠喺香港回歸祖國後，馬上能夠管理好香港特區嘅政治領袖，就係一個中國政府非常頭痛嘅問題。咁從中國政府角度睇，呢啲政治領袖咧，必須具備一啲基本條件，包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信任同埋支持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同埋願意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利益、了解同埋擁護中央提出嘅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擁有一定嘅治理能力同埋經驗，同埋得到一定嘅香港人嘅支持。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咧，所謂香港嘅政治領袖培育問題咧，就係點樣培育能夠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嘅政治領袖嘅問題。咁鄧小平咧最早提出愛國者治港，咁實際上佢我覺得自己嗰個定義好簡單嘅。即係佢話咧，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呢啲條件咧，唔理佢哋係相信資本主義，或者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係愛國者。但係講完之後咧，就知道咧，實際上真係呢啲所謂愛國者政治人才供應非常有限，所以佢喺1984年提出喺過渡期後半段到67年裏邊，以來各行各業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包括甚至包括金融方面喎，不參與不行。
不參與咧就唔熟悉情況，即係佢想揾班人出嚟咧，就去參與香港個本治過程。當時咧嗱呢啲就唔喺記錄上，當時我係馬林校長嘅，就向阿鄧小平提出：喂，我哋中文大學可以培養出啲人才喎咁樣。但鄧小平話唔係咁嘅喎咁樣，呢啲人都一定有實際經驗喎，你唔係大學培養算數嘅嘛。好啊，咁但係就話咧，點解鄧小平所講嘅喺回歸前6、7年裏邊就想培訓一班人出嚟咧？佢睇得太樂觀，因為事實上嚟講咧，一向以嚟都正話講嘛，愛國者政治人才相當有限，而咗不斷被邊緣化。咁有段時間咧，中央就希望找到英國人一齊合作，共同培訓領袖。曾經你都聽過，中央提出過，不如臨呢個回歸前咧，大家同意一個香港華人做副港督，就傍住英國呢個港督，然後一齊治理香港。到時到後咧，呢英國港督走人，呢個香港呢個副港督就做特首。你睇翻魯平啲回憶錄咧，仲有提過呢點嘅。咁結果又冇做咗嘢嘅，只係做咗咩嘢咧？就臨到最後關頭咧，就揾咗一個行政局議員叫董建華，就做呢個特區籌委會副主任。咁當然大家都當然都睇到嘅，即係揾到副任者做副主任咩意思咧？即係話預備你將來做特首。咁但係咧，佢唔係去到最後關頭咧，都唔知係咪真係最後跑出。即係當時仲有條楊鐵樑同佢爭㗎。好啦，但問題就係話咧，反翻轉頭睇喺成個過渡期內咧，中國政府根本咧冇辦法培訓到一批佢認為合格的愛國者政治領袖。個原因好簡單，第一，英國人拒絕合作，即係佢認為一定要回歸整個時期咧，都要由英國人話晒事，不容許有啲所謂親中人士咧介入呢個香港本治過程當中，以免破壞英國人咧都喺回歸前個撤退大計。咁所以就話講到中央提出話要揾到副港督，都遇到呢個英國人咧要反對。第二咧，香港咧嗰度喺中央眼中，嗰個龐大都係反共反中勢力咧，不斷打壓呢啲愛國人士，佢根本咧冇辦法。即係嚟到去冒起，嚟到去成為政治領袖，再加埋咧回歸前咧，中英喺呢個政改問題上咧談判合作破裂，咁中國政府咧根本冇再唔能夠依賴英國人咧喺呢個過渡時期咧，同中國政府合作處理呢個回歸嘅事情，反而咧仲要面對佢啲所謂親中人士、愛國人士咧，遇到英國政府更大打壓。咁你想培植，對唔住你英國人唔肯同你培訓，仲要打壓你嗰啲人。與同時咧，英國人想培訓佢自己班人喎。佢搞個代議政制就話希望咧，令到一啲佢屬意嘅人咧，
可以呢個日後成為特區嘅領導人，特別透過選舉而產生嗰啲領導人。不過咧，英國搞呢個代議政制咧，又被中國政府阻攔，即係大家你阻住我，阻住你，呢結果咧又係不得要領。咁所以通過呢個代議政制選舉制度嚟到培訓所謂親英領袖，又呢條路又行唔通。咁英國政府退而求其次，走向將公務員政治化，將一啲所謂高官咧、高層公務員推出嚟、培訓出嚟，要成為呢個政治領袖。所以你話公務員政治化咧，首先邊度搞出嚟咧？就英國人搞出嚟，即係佢唔想話通過選舉制度嚟到去培訓政治領袖，即係好似其他殖民地一樣。呢路行唔通嘅時候咧，就唯有喺公務員入手。所以你又睇到咧，公務員參政成為政治人物，係回歸前開始嘅喎。好啦，我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到回歸嘅時候咧，中國政府發覺自己冇人可用。但當然咧，之前咧，中國政府唔係唔做嘢喎，佢通過某些委任制度咧，希望呢度將一啲所謂愛國領袖推出嚟，包括即係我都有份參加嘅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香港特區籌委會、港事顧問、區事顧問，數埋都幾百人噶嘛。但係幾百人咧，根本冇機會去參與特區嘅本治，唔係香港嘅本治噶嘛。你頂多喺出邊睇，仲俾英國人打壓。呢有部分人因此而搞到以後咧聲名狼藉。咁所以到回歸嗰個時候咧，根本咧中國政府好難依靠所謂愛國政治領袖嚟到去承擔貫徹一國兩制呢個咁嘅任務，只能夠無可奈何地接受英國人受過英國人培養，或者被英國人器重到啲人嚟到作為呢個特區領導人。所以你睇到呢個董建華咧上任做呢個特首嘅時候咧，佢成個管治班子只係換咗一個人啫，就換咗個律政司司長，又揾咗梁愛詩去做，其他人全部都係原班人馬。啊！咁再加埋咧，回歸之後咧，為咗穩定起見咧，中國政府亦都唔會特別再刻意去培養愛國領袖，即係驚住咧會引發呢個社會上嘅矛盾與衝突。咁你而家用緊呢批源自港英時期嘅人，突然間你嗰邊又培養一批愛國領袖，咁咪自找麻煩。咁你兩班人點搞咧？點合作咧？咁但係調翻轉頭喎，唔係話中央政府乜嘢都唔做，中央政府咧其實咧要求甚至有命令特區政府加快培養愛國者政治人才。咁但係中央當時啲要求咧，通常講完之後佢唔係好到位，即係講完就算㗎。即係你做唔到，佢冇乜點跟進。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特區政府咧亦都冇乜特別有興趣去培養呢個所謂愛國者政治領袖。特別特區政府當你仲係擔心民意反彈嘅時候咧，佢更加唔想同啲所謂愛國領袖走得太近，免至影響佢嗰個本治嗰個聲譽同能力。所以咧喺相當長時間咧，呢啲愛國人才咧人數唔多，但係處於非常沮喪、抑鬱之地步，亦形成咗咧點解特區政府有段長時間咧
既一方面受到民主派嘅攻擊，另一方面愛國力量又唔係特別支持佢，就處於一種咧比較上孤立無援嘅地步。好啦，呢個整個情況咧一路拖到最近幾年，咁開始咧就有呢個過去呢10幾年嚟咧，香港出現一個相當重要嘅動亂，就促使中央政府咧下定決心要重塑香港嘅政治格局，特別將愛國者治港呢原則咧要逐步實際上體現出嚟。你會睇到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喺2021年1月11日聽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述職報告時，就強調香港由治及亂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一個深刻道理，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嘅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即係將愛國者治港實踐要提到咁嘅高度。事實上咧，喺佢講嘢之前咧，咁大家記得2014年咁啊，中央出咗一份叫做《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嘅白皮書。佢特登重新強調，愛國者治港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重大意義。意思就話咧，呢愛國者治港作為一個重大嘅政治任務，或者中央重大政策就取態咧，係最近呢幾年先出現。有咗啲嘢之後咧，跟住啲嘢嚟嚟。咁啊，夏寶龍主任咧喺2021年對啲愛國者治港呢個問題咧，佢連續講幾次，將愛國者呢個要求要提高。即係鄧小平嗰個要求就好有限嘅，即係最低要求。咁夏寶龍咧認為咧，喺目前嗰個動盪複雜環境之下，愛國者要求應該有所提升。嗱，佢坦白承認，嗱呢個2021年喎，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回歸20多年嚟，唔係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回歸20多年後，尚未實現，呢個基本事實必須承認。咁最得意又講啦，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局面。所以而家呢近呢幾年嚟咧，中央呢就將呢個盡快實現愛國者治港提升為一個至關重要嘅戰略任務，同埋需要積極推進嘅政治工程。喺中央眼中呢，喺內外嚴峻嘅政治環境下，管治香港嘅政治人才嘅能力同埋才幹固然重要，但係更為重要咧係佢哋嘅思想心態同埋人格嘅特徵，特別佢是否懷抱國之大者嘅胸懷同埋抱負。
嗱，啲火車大姐啲字香港唔係好明，但係我理解嘅話，你不斷有國家觀念，從嗰度國家嘅視野嚟到睇問題，考慮到國家利益同安全嘅問題。但如果一個人呢，不是時刻心繫家國，並以報效國家民族為個人的光榮和使命，咁呢個人呢，並不可能是一名合格的治港者、合適的治港者。所以你我下半年提出啲人格要求咧，咁譬如佢講咗好多嘢嘅，我舉幾個例咁解嘅。第一，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不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是對愛國者的最低標準。最低標準嘅喎。二是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同特別行政區嘅憲制秩序。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不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就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咁因為因應呢個問題咧，過呢幾年嚟啊，對於點樣培訓愛國者治港人才咧，我陸續都提出不同建議。當中你可以留意一下咧，有啲建議其實咧正在執行之中，但係遠遠未能達到完善一個愛國者治港嘅格局。第一就係話咧，嗱呢個就唔係我提議嘅喎，就中央自己做嘅啫喎。通過重塑香港政治格局，就需要把反中亂港勢力從香港嘅選舉過程同埋管治架構中徹底同永久驅逐出去，杜絕他們利用香港嘅政治體制培育接班人，讓有志從政的人才對反中亂港分子怕而遠之，唔係敬而遠之，怕而遠之。最後要完全消滅反中亂港勢力，讓越來越走向滅亡的反中亂港勢力沒有能力阻礙愛國者政治人才的成長和壯大，並讓所有有志從政的人才都願意成為轉化成愛國者。嗱，呢個就喺度重塑一個格局咧，讓呢個所謂愛國者人才咧個培訓咧得以確立。事實上咧，你會睇到過去幾年嚟咧，通過各種各樣嘅政治選舉制度改革、國安法嘅建立、國安法嘅制定，同埋呢個國民教育嘅不斷推行，就形成一個有利於所有愛國者政治人才出現嘅一個環境。咁第二點咧，就需要嚴加防範同抵禦外部勢力破壞愛國者政治領袖嘅培訓。嗱，呢個係對付外部勢力。特別係咧，啲外部勢力通過西方媒體、社交平台，有打擊抹黑愛國政治領袖。需要啲為嗰啲受到外部勢力制裁嘅愛國者政治領袖提供適切的保護和支援，減少佢哋嘅後顧之憂。嗱，而家你可以面對日後咧，美國對香港嗰班政客同埋呢個政府官員咧，甚至法官、檢控官個制裁力度會不斷加大。意思就係話咧，中央同特區政府日後咧，需要建構一套制度嚟到去支援、保護、協助呢啲受到西方制裁，主要西方即係主要美國嘅，即係制裁嗰啲愛國政治人才，而令到佢哋咧唔使太過擔心，因為西方制裁咧而不敢從政，
或者從政就不敢執行應有嘅責任。第三咧，對愛國者政治領袖嘅培育同埋任用咧，必須有頂層設計，同由此而衍生嘅制度、政策同機構，不能假設有咗國家安全法律同埋新嘅選舉制度咧，愛國者政治領袖馬上大批湧現，唔係咁事。最重要一點就係話咧，要建立一個清晰的政治人才嘅晉升階梯，讓有志從政嘅人咧，知道長遠建立個人政治事業嘅途徑喺邊度。因為過去最大問題就係政治遊戲規則唔清楚，你想從事政治事業啲人呢啲唔多，再加埋都唔知道途徑個 career path 喺邊度，你點樣從政咧？風險太大啊嘛。所以咧，中央特區政府同愛國力量嘅翹楚咧，可以成立一個總攬全局嘅最高機構，統籌同埋協調各有關部門同單位嘅工作，並因應工作嘅成效咧同埋形勢嘅變化，而調整愛國者政治領袖嘅物色、培育同埋發展嘅戰略同埋部署。即係話咧，你唔可以咧諗住啲政治人才會自動湧現出嚟嘅喎。有成套呢個計劃一齊到去培育啲人才。第四咧，中央官員特別係中央駐港官員，不過雷偉秋就走咗。特區政府高層官員同愛國力量嘅領導人，應該利用同社會各界密切接觸嘅機會咧，物色有從政意向同能力嘅人士，並鼓勵同協助佢哋積極參政。即係你要主動揾人噶嘛，你咪等人自己走出嚟噶嘛。當時我哋以前嗰個前布政司啊，鍾逸傑咧，成日同我講一樣嘢，佢成日飲早餐、午餐、晚餐，都四圍同人接觸，唔係淨係話食飯咁簡單，佢睇有咩人才。如果攞到對人才咧，就招攬佢從政，擺住有啲不同委員會裏邊嚟培訓。即係話做咗三餐飯咧，唔係為食飯，為食飯而食飯，而為咗政治任務而食飯。咁呢點我覺得咧，我都同中央廣播值得向中央學習喎。嗱，當然咧，亦都需要有建立一個有志從政人士無遂自薦嘅途徑同埋人才庫，避免出現有政治價值嘅漏網之魚或者滄海遺珠。如果有啲人你唔揾佢，佢想從政，你要俾個途徑你表達從政意向先喎。第五，可以將中央同特區政府所掌管嘅政治職位分為不同類別同埋等級排列啊，成為政治事業發展同埋晉升階梯，將有政治潛質、政治能力同埋從政意向嘅愛國人士分配到不同職位上進行鍛鍊，並在嚴格考核佢哋表現後，決定是否對佢作進一步嘅發展同埋提拔。嗱，過去啲嚟係兩個系統嘅，中央都系統，人大政協嗰啲都係系統，特區政府又有一大系統。無論係主要官員又好，或者係啲諮詢委員會、法定機構又好等等，但係兩者之間冇乜交叉重疊，係咪應該打通呢兩個系統？等你兩批人咧可以進行人才交換咧。而家其實已經開始做緊嘅喎，你做完主要官員就走去做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你做完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就走去做主要官員。即係話喺佢呢兩個系統之間搞到旋轉門。呢個旋轉門咯，就我所講嘅第六點啦。喺中央同特區政府掌握嘅政治職位之間建立旋轉門，讓愛國政治人才得以在兩類職位之間流動，從而讓愛國政治人才能夠取得喺內地同埋香港從政嘅經驗，錘煉佢哋嘅政治能力，
提升佢哋嘅國家觀念同民族意識。咁有利於推動內地同香港喺各方面嘅交流合作，推動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埋特區政府公務員對國家嘅認同。第七，由於相當部分愛國政治人才呢，唔一定將從政作為終身事業，並傾向遊走於政治職位同非政治職位之間。點樣保障佢哋可以同時肩負政治事業同非政治事業就非常重要。因此喺政治機構同非政治機構之間設立旋轉門並不可或缺。旋轉門可以讓愛國政治人才唔喺政治職位嘅時候得以喺商業機構、智庫、大專院校、媒體、非政府組織同埋其他民間組織任職。喺政治人才嘅培植上，呢啲非政治機構更可以成為愛國政治人才嘅蓄水池或者人才儲備庫。相對於香港嘅私人商業機構國有企業，特別係央企，應該更能發揮重要作用。呢啲由愛國人士領導嘅商業同民間機構亦可以積極作出貢獻。第八，就要培育智庫啦。除咗我正話所講政治人才蓄水池同埋人才儲備庫之外嗰啲專注國際事務、國家發展、香港政治狀況同公共政策研究嘅智庫，更加應該係政治人才搖籃，讓政治人才茁壯成長，並為國家同政府源源不絕提供政治人才。不過可惜而家我哋本地民間智庫嗰個發展並不理想。應該喺呢方面嚟講中央同特區政府可以加強同智庫交流合作，為佢哋提供研究所需要嘅數據、材料同埋協助。咁樣不但對佢哋研究工作有幫助，亦會讓佢哋嘅研究更能合乎政府同社會嘅需要，以及更具備實際可操作性。第九，公務員體系應該作出某些改革，減少其封閉性，讓外界嘅政治人才可以直接進入公務員體系嘅高層任職。我提出呢點嘅時候，好多公務員反對。我唔係要大批揾人入嚟喎，我揾一部分入嚟啫嘛。我知道話喺公務員隊伍嘅高層可以一定嘅程度同範圍內對外開放，呢啲政府部門嘅領導職位可以向外招聘，讓外邊嘅人才喺政府讓外邊嘅人才喺政府內部發揮作用，借之引入創新思維同知識。尤其是特區政府而家你處理越嚟越多啲以前唔處理過嘅嘢啊嘛，經濟發展、產業轉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係咪需要更多嘅來自外邊嘅人才咧？另外一點，要鼓勵同埋支持愛國者更多組織起嚟參加各類選舉活動，讓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區議會或者其他地區團體嘅愛國者能夠通過選舉更密切聯繫同埋服務社會各界嘅基層民眾，同時擴大、強化、鞏固愛國力量嘅群眾基礎，讓愛國者治港更得民心，更能反映民意。意思就話日後無論立法會又好、區議會又好，分區直選到議席嘅比例應該隨着政治形勢不斷變化而增加，令到更加多嘅通過分區直選嘅人進入立法會同埋進入區議會。另外一點，媒體喺香港嘅政治生活中佔有顯赫位置，係培育愛國政治人才嘅重要地方。中央同愛國力量一方面要從媒體招攬政治人才，另一方面就要將啲有潛質嘅愛國者分配到重要媒體之內進行磨練。
另一點，回歸之後咧，香港地區同基層組織網絡處於散亂同埋荒廢狀態，不利於培訓人才。不過咧，隨住區議會嘅功能同產生辦法嘅徹底改革，同埋特區地區行政不斷強化，區議會同埋地方機構咧，便成為咗培訓政治人才，尤其係年輕從政者嘅基地。部分有志發展政治事業嘅人，可以借助地方組織作為政治事業嘅敲門磚。再一點，毋庸置疑，愛國政治人才必須喺實戰鍛鍊中產生同成長，但正規基礎同埋理論訓練亦不可或缺。特別喺提升政治人才對國家憲法、國家嘅情況、一國兩制方針、基本法、香港國家安全法、香港政治體制同公共政策以及國際事務認識。嗱，呢就知道呢就屬於正規培訓。最後咧，用不同方式將愛國政治人才組織起嚟，對佢哋培訓同任用非常重要同有利。香港就唔係太需要啲擅長單打獨鬥同埋呢種孤膽英雄，而係嗰啲能夠同其他人團結起嚟、遵守紀律同埋一致行動嘅政治人才。嗰啲人咧，即係單打獨鬥、孤膽英雄咧，只係適宜做學者，學者係需要咗人喎。因此咧，中央特區政府同埋愛國領袖需要協助同埋扶持各類政治組織同埋政治網絡發展，並將佢哋同其他愛國團體同領袖納入一個廣泛的以愛國者為主體、擁有相當嘅精英同群眾基礎，並願意接受中央領導同埋指導的本治聯盟之中。我講呢啲本治聯盟呢4個字咧，我講咗10幾20年，並讓呢個本治聯盟成為肩負主要本治職責的愛國者的堅強後盾同埋人才來源。好啊，大體上我想講呢幾點嘅，就到此為止。咁多謝大家。